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研究台湾话，国情今日招你同齐来听一条足浪漫的台语歌词。这是陈达如作词、吴成家作曲的《江边小别》。头一拍歌词讲恋爱梦，予人来踢破。送君离别啊，江风对面寒。真情真爱，父母无开花。唔知少年啊，热情的心肝。恋爱梦，予环境所逼来踢破。今日咱无奈就爱离开。这日本时代的歌词写出一段环境催败，无奈2个人无法度搁再约束将来这种的心境。父母无法度理解，无法度理解少年热情的心肝，因无法度来开花。这句开花，今嘛已经足少人讲。过来第2拍的歌词讲自由梦，予人来所害，快乐袂透啊，随时变悲哀。江边小别。天青像目屎，伤心今暝啊，要来分东西。本来汤甘蜜甜2个人，伫咧花前月下，伫咧无人看见的所在讲情话。结果当快乐袂透，随时都爱变悲哀。尤其这句讲江边小别，天青像目屎。有个人过去一种观念，咧讲语言，有当着啊讲话就爱闪开迄句屎，还是迄句尿。有人讲吼，赛车唔通讲赛车，就爱讲开车。不过咱甲想一个真，世界每一种活跳跳的语言，拢会对上界粗的讲对上界幼的来。唔只这句目屎，事实讲的是真平常，尤其用伫咧遮。江边小别，天青像目屎，敢有比这款情景更较幼路、更较雅气的描写？实在讲。伤心今暝要来分东西是虾米款的心情？搁来听第3拍，第3拍的歌词讲青春梦，予人来拍醒。美满春色啊，变成乌阴天。江边海鸟唔知阮分离，声声句句啊，吟出断肠诗。有个人歌词讲。青春梦、恋爱梦、自由梦，都爱讲被人来拍醒。不过国情加速记是文夏老师所唱迄版，一开始是唱讲青春梦，予人来拍醒。江边小别这种的心情，这种伫咧江边海鸟声声句句啼哭，美满的春色，雄雄来变作乌阴天的心情，这实在是。足平常白话描写，不过咱真正来将心比心，体会2个人要来分开迄种的情景。今暝要分东西，江边的海鸟声声句句咧啼哭，毋是咧替咱欢喜，伊是伫咧吟出断肠诗。毋则讲真人实事作曲家吴成家的过程，经过陈达如作词，这条江边小别有法度流传至今8、9、10年。